Hello， 大家好，我係 Alice， 歡迎你嚟到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今日會同大家一齊出發去南澳洲嘅袋鼠島一日遊。今時今日去玩南澳洲袋鼠島一日團嘅團費，每人起碼要澳幣400蚊以上。係啊，你冇聽錯，係400蚊以上。哇，都好貴下喎。咁究竟值唔值得呢？有啲朋友會話貴都唔緊要啊。由於景點車程都好長，所以呢個一日團係好辛苦㗎。咁即係又貴又辛苦。如果你想知道辛苦定享受，貴定值得？睇完晒我呢一集袋鼠島一日遊嘅影片，相信你一定會揾到答案。袋鼠島一日遊，我哋出發啦 ！Let's go！ 事前旅行社就會約咗我哋朝頭早6:3喺集合點等旅遊巴嚟接我哋出發，大概6:9接晒所有乘客之後，就正式離開市中心，出發去碼頭。由阿德萊德市中心去到杜倫碼頭 Cape Jervis 係需要大約1個鐘頭50分鐘嘅車程，成個車程都係前速前進，冇得停落嚟俾大家飲杯咖啡，因為會趕搭9點鐘嗰班船。見到呢個路牌，即係就快到碼頭啦。今朝好好運啊！喺呢個位見到隻大袋鼠 ，Hello！拜拜啦，大袋鼠！我哋而家去袋鼠島啊，返嚟再見，拜拜！而家大約係8點21分，我哋就嚟到碼頭啦。建議大家最好早啲到啦，特別係有開車嘅朋友。上船嘅流程係需要一啲時間。我哋呢架旅遊巴士就會去到碼頭前面落車，去到袋鼠島之後就會轉坐另一架旅遊巴士。所以落車嘅時候記得攞齊嘢先落車啊！落咗車之後，司機就每一個乘客派一張登船證，攞咗登船證之後，自己就可以行入去碼頭入面坐一坐，或者去洗手間㗎喇。唔係跟團或者喺網上自行購買船飛嘅朋友，就要嚟到櫃位呢度出示電子憑證去換實體船飛啦。如果自駕遊嘅話呢，司機會按指示將架車泊喺等候區，跟住同乘客一齊去換飛，之後司機就會上返架車預備登船，而啲乘客呢就會喺乘客通道度登船，到時司機同埋乘客就會喺船艙度匯合到。而家我哋就見到有一隻Sealing渡輪啱啱抵達咗碼頭，船上嘅車逐架離開，見到啲車離開晒船艙之後，坐9點鐘船嘅司機們又要揸埋架車登船啦。而家係朝頭早8點9，我哋啲乘客呢就預備上船。船艙分咗上下2層，呢度係船頭位置，亦都係最近小食部嘅，上下層都有冷氣。我同朋友呢就揀咗坐上層，方便出去露天觀景甲板嗰度睇風景。搭正9點鐘就開船。呢一艘船每日都會來回聖文森特灣。船程大約係45分鐘，你可以選擇企喺甲板嗰度睇風景，幸運嘅話仲可以睇到海豚添，亦都可以選擇喺船入邊嘅小食部買件三文治同埋一杯咖啡，喺船艙入邊嘆一陣。呢一段45分鐘嘅船程，俾我嘅感覺有啲似從一個城市嘅節奏慢慢過渡去一個大自然嘅中轉站。呢個道路唔單止係一段交通，佢俾我嘅感覺就好似預備進入一段大自然嘅旅程咁。前面嗰個就係袋鼠島啦。袋鼠島嘅面積大概係4405平方公里，而袋鼠島呢大約係4個香港咁大。坐咗45分鐘嘅船，終於嚟到袋鼠島 Peninsula 碼頭。乘客就會喺呢一邊落船，而司機呢就會揸住架車喺另一邊落船。我哋呢啲參加一日團嘅旅客出到嚟之後，就會見到一個Sealing嘅旅遊巴司機企喺度等緊啲團友。我哋行埋去同佢點名之後，就可以上旅遊巴士㗎喇。而家係朝頭早10點14分，我哋終於嚟到袋鼠島啦！大家睇下前面啲車，佢哋又係預備上船返去阿德萊德。我哋會去嘅第一個景點呢，就係Seal Bay，中文名係海豹灣。由 Peninsula 碼頭去到Seal Bay，大約係60至70分鐘車程，途中亦都係冇休息站。非常感恩啦，今日嘅天氣係好好，沿途嘅風景係非常靚。袋鼠島上邊呢一個Seal Bay，多年嚟吸引大量澳洲嘅海獅聚居，主要就係由於佢獨特嘅自然環境條件。一陣間去到Seal Bay就會見到地理嘅優勢。講下又到啦，我哋會先落車行入去旅客中心。進入Seal Bay去睇海獅係要收費嘅，入場費再加導遊費，成人嘅話就要收澳幣42蚊。哇，我都覺得幾貴下喎。如果要行埋景點附近嘅步道，都要收20蚊啊。等司機叔叔處理埋入場嘅手續之後，我哋就可以入場㗎啦。入到嚟之後，我哋就會等Seal Bay嘅專人領隊
同我哋講解下一陣落去沙灘嘅時候有乜嘢注意事項。講完之後，我哋就跟住領隊行啦。一路行，領隊叫我哋留心揾下啲海獅。雖然呢度叫做燒鵯，但係呢度嘅主角唔係海豹，而係澳洲特有嘅澳洲海獅。就好似喺呢個位置有一隻海獅喺度瞓緊覺。我又見到有一隻海獅匿咗喺呢個窿入邊啊！大家唔好咁大聲啊！我哋又發現有一隻海獅喺木棧道下邊瞓緊覺啊！佢個樣真係非常可愛啊！呢一邊呢，就係景點附近嘅一條步道，如果淨係行呢條步道呢，都要收20蚊入場費。我哋跟住領隊喺木棧道上面行到嚟接近海灘嘅位置，預備等緊落海灘，去近距離咁樣去觀賞啲海獅。啲旅客們係分批咁樣落去海灘嘅。到我哋落去海灘啦，落到去海灘之後呢，我哋就會被安排企定喺一個位置度，基本上同啲海獅呢有一定嘅距離。有啲海獅瞓咗喺沙灘上邊曬太陽，有啲呢就慢慢行入海入邊，好多都係懶洋洋咁瞓咗喺沙灘上邊。呢兩隻海獅呢就喺度玩緊遊戲。點解袋鼠島嘅燒鵯之所以聞名，唔單止係因為近距離咁見到啲海獅，仲因為燒鵯背後有一段保育歷史。19世紀嘅時候，澳洲海獅因為毛皮獵捕，族群幾乎消失。1972年燒鵯成為保護區之後，呢度就變成咗世界第3大澳洲海獅繁殖地，亦都係南澳洲袋鼠島必嚟嘅景點之一。咁點解海獅會選擇喺呢度生活呢？原因真係好簡單，因為呢度嘅環境非常適合佢哋。燒鵯擁有好平緩嘅沙灘，同埋相對安靜嘅海灣地形，令到海獅可以安全上岸休息、繁殖同埋照顧佢哋嘅幼兒海獅。佢哋會喺海入邊揾嘢食，跟住就返上岸休息。燒鵯嘅自然環境完全適合咗佢哋嘅生活節奏。企喺度靜靜觀察啲海獅，就會發現呢啲海獅嘅世界同人類好唔同。佢哋不急不忙，跟住海洋同埋季節嘅節奏生活。亦都因為咁樣，燒鵯唔單止淨係睇動物嘅地方，更加係一個令到人理解自然、感受保育意義嘅現場。我哋會逗留喺海灘大概係30分鐘。呢一個燒鵯嘅體驗，由導遊講解之後，行完成條嘅木棧道，再落海灘近距離睇海獅，再行返嚟旅客中心之後同導遊解散。整個導覽團嘅體驗係45分鐘左右。去完燒鵯之後，時間已經去到下晝12點3啦，又係時候去食午餐。呢個一日團係包埋午餐嘅。呢間食午餐嘅餐廳都幾神秘㗎喎，要行一段路先到咗餐廳。呢一間餐廳好明顯就係畀旅行團愛嚟食團餐用㗎啦。雖然係團餐，但係都有齊前菜、主菜。呢個主菜都幾好味㗎，蔬菜非常新鮮，嚿雞肉又腍又好味，仲有甜品。出邊亦都有咖啡或者茶供應。呢度都有少少袋鼠島嘅手送賣。我哋食完飯休息一陣，團友們去埋洗手間，大約係下晝1點半，我哋又上車預備去下一個景點啦。下一個景點係 Remarkable Rock， 由餐廳去到下一個停車點大概係50分鐘。大家見唔見到嗰條高高低低嘅公路啊？我哋將會進入呢一條好似冇盡頭嘅公路，公路兩邊都係遼闊嘅草原。終於嚟到右邊係懸崖嘅位置啦，好遠嗰堆就係 Remarkable Rocks。司機會喺呢一個位置停一停，俾我哋過馬路行過對面，遙望嗰堆好奇特嘅石。我好鍾意呢一條路，佢俾我嘅感覺好得意，好原始，好安靜，高高低低，彎彎曲曲咁樣延伸到好遠嘅地方。呢段路本身就已經係好似一幅風景畫咁。好多時候最打動人嘅唔係抵達某個目的地，而係好似咁樣喺路上啱啱遇見一片最靚嘅風景。本嚟喺正話嗰個碌歐都係落緊雨嘅，嚟到呢度就停咗雨啦。由落車位置行到去嗰堆石大概係7分鐘。
Remarkable Rocks 係袋鼠島上邊其中一個著名嘅自然景觀，由一堆花崗岩巨石組成。呢啲岩石形成於超過5億年前，隨後經歷咗數百年嘅風化、海浪、雨水同埋海鹽嘅侵蝕，形成球狀風化，塑造出獨特曲線同埋空洞結構。呢啲巨石嘅主要特色係聳立喺海平面大概60公尺高嘅懸崖上邊，大石嘅形狀非常奇特，有啲似鷹嘴、大象或者一啲抽象嘅雕塑咁樣。部分石頭呈現咗橙色，主要原因就係岩石表面生長咗金黃橙色嘅地衣。呢啲地衣喺暴露嘅海岸環境之中生得特別茂盛。再加上花崗岩入邊含鐵礦物長期氧化生鏽，形成石頭外層骨紅色，再加上同地衣結合，就營造出強烈嘅對比。呢種橙色喺唔同光線之下變化更加豐富，特別係日落時分斜暉映照，令到 Remarkable Rocks 更加靚，更加有魅力。我哋會喺度逗留45分鐘，之後就會去下一個景點。喺呢度有個溫馨提示俾大家，呢度係非常大風，所以記得要着多件褸啊！離開 Remarkable Rocks 之後，跟住我哋去另一個同樣經典嘅景點 Admiral's Arch。由 Remarkable Rocks 開車過嚟呢度只係幾分鐘嘅啫。呢兩個景點都係屬於 Flinders Chase National Park。到咗 Admiral's Arch 之後，一路行落去，呢段路其實唔算難行，係有啲樓梯。如果長者行嘅話就小心啲，由落車嘅位置行到落去 Admiral's Arch 大概係要7分鐘時間。哇！呢度就係超壯觀嘅天然海蝕拱門 Admiral's Arch。呢個拱門係經過長時間海水侵蝕形成嘅，岩石嘅紋理非常特別，加上不斷拍打嘅海浪，成個畫面真係非常震撼啊！呢度仲有個亮點就係住喺呢度嘅居民紐西蘭毛皮海獅。呢啲紐西蘭毛皮海獅同住喺燒陂嗰啲澳洲海獅係有分別㗎。如果喺沙灘上邊見到成群活動比較大型同埋靈活嘅，多數都係澳洲海獅。如果係喺海邊岩石上邊見到毛色較深、體型較細嗰啲呢，就係紐西蘭毛皮海獅啦。所以如果你想喺袋鼠島同時見到呢兩種可愛嘅海洋哺乳類動物燒陂同埋 Admiral's Arch 呢兩個景點，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啦。上到嚟呢個位就睇到 Admiral's Arch 直接面對嘅呢就係浩瀚嘅 Southern Ocean。呢一片嘅海域風浪非常強勁，數千年嚟海浪不斷咁拍打同埋侵蝕呢一片海岸，先造就咗今日所見嘅拱門奇觀。唔知大家又見唔見到呢個拱門嘅頂部仲有好多冰錐狀嘅鐘乳石群？呢個係因為雨水溶解咗地面嘅石灰岩之後，嗰啲石灰岩喺拱門頂滴落嚟嘅過程之中沉澱而成，就係咁樣令到成個拱門睇起上嚟就更加特別。喺 Admiral's Arch 呢度，遙遠咁見到 Remarkable Rocks 聳立喺海天一線嘅懸崖上邊，睇起上嚟會帶有一種強烈嘅孤獨荒涼嘅美學。呢一種視覺體驗同行到舊石下邊睇個感覺又完全唔同嘅噃。我哋會喺呢個景點會逗留30分鐘，見仲有啲時間，我哋去睇埋個燈塔。Admiral's Arch 附近有一座歷史悠久嘅杜考迪克角燈塔，佢係建於1909年，當時主要係為咗引導往來南冰洋嘅船隻。佢係南澳洲最後一座由人工完全配置人員管理嘅燈塔。呢座燈塔而家仲運作緊㗎，雖然佢而家已經高度自動化，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樣由人工駐守，但係作為南澳洲海岸線嘅重要航標，佢仲係持續咁為往來嘅船隻提供導航服務。離開 Admiral's Arch 之後，我哋就會去今日呢個團嘅最後一個景點，就係 Kangaroo Island Wildlife Park。由 Admiral's Arch 去到動物園，車程都幾遠下㗎，大約需要1個鐘頭45分鐘，因為需要跨越袋鼠島嘅西南邊去到中南部。又報下時先，而家係下晝4點40分，我哋係去咗3個景點，而家就去緊第4個景點。雖然景點同景點之間嘅車程都幾長，如果幸運嘅話，我哋都會喺路途上邊見到野生小動物㗎，就好似而家見到一隻野生樹熊。終於嚟到最後一個景點袋鼠島野生動物園，佢係袋鼠島上面最受歡迎嘅野生動物互動目的地之一。呢個動物園同一般動物園係唔同，呢度係好強調教育性同埋互動性。呢度有好多同動物互動嘅活動，除咗可以抱樹熊之外，如果唔驚嘅話，亦都可以抱蛇，仲有就係可以 hold 住隻貓頭鷹或者一隻鷹，當然就要加返少少錢啦。
雖然我哋呢個團嚟到動物園已經差唔多4點10個字，已經過咗官方刊登嘅抱樹熊時間，但係我哋呢一團嘅司機叔叔都有問我哋啲團友邊個想抱樹熊就跟佢去。呢個動物園嘅入場費成人就要澳幣35蚊。入到嚟動物園之後，會有一個保育員帶我哋去揾啲動物，同埋講下動物嘅習性。一入到嚟就可以親手餵下啲袋鼠。入場費已經包咗啲飼料。雖然全日喺袋鼠島見唔到一隻野生袋鼠，但係嚟到動物園就一定會見到晒啦。喺呢度仲會見到白袋鼠。白袋鼠並唔係白化症，而係灰袋鼠嘅一種基因變異所造成。睇完袋鼠之後，再跟保育員去睇樹熊。近距離接觸樹熊都 set 咗3個時間，保育員先入去檢查下每一隻樹熊嘅狀況先。check 完之後，佢就會同我哋講解近距離接觸樹熊嘅規矩。之後我哋就可以入去近距離咁摸一摸樹熊啦。呢度嘅樹熊隻隻都好活潑啊！哇，呢一隻樹熊好靚女喎，抑或係靚仔呢？呢一隻動物 Serval 中文名叫壽貓，唔知大家有見過未呢？我哋會喺呢個動物園逗留40分鐘，而家係5點半，我哋又係時候回程啦。由動物園返去 Penny Shaw 碼頭，大概係1個鐘左右。今晚會坐7點半嘅船返去 Cape Jervis， 之後再坐返旅遊巴返去阿德萊德市中心，到達時間大概係晚上10點幾。去到旅程嘅尾聲，你又點睇呢一個團費超過澳幣400蚊，旅行時間超過16個鐘嘅袋鼠島1日團？澳洲消費物價都幾高下㗎，大家都見到每一個景點入場費澳幣30蚊起跳，就算入 Flinders Chase National Park， 即係去 Remarkable Rocks 同埋 Emerald's Arch 都要收錢㗎。呢個團費仲包埋由阿德萊德市中心去到袋鼠島嘅所有交通工具費用。唔好忘記，我哋仲食咗一餐都算有質素，包咗前菜、主菜、甜品嘅午餐。所以對於一個嚟幾日阿德萊德嘅旅客嚟講，參加1日團直接去睇袋鼠島最出名嗰幾個景點，我覺得都值得參加。至於個團會唔會好趕時間，大家又點睇呢？每個景點大概係逗留30至45分鐘，啲地方只係到此一遊，打完卡就走啦，完全係冇咗好好感受風景嘅時間。除咗個野生動物園之外，今日去嘅嗰3個景點周圍都幾大風下，而且嗰度齋睇景，係冇購物點或者休息點，可能對某啲朋友嚟講唔係好適宜逗留太長時間。所以無論你係參加1日團、2日團或者自駕遊，主要都係睇下你時間、預算同埋旅遊風格。如果你話你想自由自在玩勻成個袋鼠島，想睇埋日出日落，想去行山影多啲相，咁我就會建議你自駕遊啦。相信呢個體驗亦都係最好。無論你係跟團抑或自駕遊，我都覺得袋鼠島係值得去嘅。佢嘅魅力唔係話景點好多，而係佢有一種原始感。你係可以睇到海獅、海岸懸崖、巨石嘅地形、特別嘅海灣同埋荒野公路，整體氣氛同一般嘅觀光城市非常之唔一樣。對於第一次嚟南澳洲嘅朋友嚟講，袋鼠島係好適合當成一個大自然嘅重點行程。旅遊巴嚟到 Penny Shaw 小鎮，如果我哋有團友係參加2日團嘅，就會喺呢個站落車入住酒店。落咗啲參加2日團嘅旅客之後，如果有啲1日團嘅旅客需要去 IGA 超級市場買晚餐，就會喺呢個站落車㗎喇。正如我話齋，返到去阿德萊德市中心已經係10點幾，所以我哋1日團嘅旅客就趁機即刻入去超市行下，睇下買乜嘢做今晚嘅晚餐。之後司機就會車返我哋去碼頭，俾埋啲船飛我哋就行入去等候區嗰度預備等上船啦。開船時間係7點半。今晚回程嘅時候，唔知係咪因為大風大浪嘅關係，隻船都浪得好緊要啊！如果有暈船浪嘅朋友，可能需要注意下啦。但係今朝嚟嘅時候，隻船又唔係太浪喎。落咗船之後，就揾返 C-Link 嘅旅遊巴士上車。C-Link 係分咗2架車，一架車係會去酒店嘅，另一架車呢就會去中央巴士總站。而家係晚上8點半，我哋開車返去阿德萊德市中心啦。呢個袋鼠島1日團嘅團費雖然一啲都唔便宜，至於呢一趟旅程到底值唔值得，我諗每個人心裏都有自己嘅答案。
今集影片去到呢度，如果觀眾朋友鍾意我呢一套影片，請你俾個 like 我，仲未訂閱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請你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嘅小叮當，當我有新影片出，你就第一時間收到㗎喇。記得 CLS，我哋下套片再見，拜拜。